歡迎嚟到半夜茶間。骨子禪一行禪師，時時刻刻增長覺知力。喺一個寒冷嘅冬夜，我喺山丘上面散步返屋企，發現原來我小茅屋嘅所有嘅門窗都俾風吹開晒。之前我離開嘅時候冇鎖好門窗，所以門窗都俾風吹開晒。書枱上面嘅紙張吹到成間屋都係，於是乎我好快咁樣閂返啲門窗，點返眼燈，執返啲紙，好整齊咁樣排列返佢哋應該放嘅地方，然後喺個壁爐度生火，柴火終於將溫暖帶返喺屋裏面。有時我哋喺人群裏面會感到疲憊、寒冷、寂寞，我哋希望能夠抽身獨處，再度獲得溫暖，就好似我閂返啲門窗，坐喺火爐邊，唔受到啲寒風吹襲一樣。我哋嘅感官係面向外界世界嘅窗，有時風會透過呢啲窗口吹入，擾亂我哋內在嘅一切。有啲人由朝到晚都會開晒呢啲嘅門窗，允許世間嘅聲色入侵，令到自己感到如此寒冷、寂寞、害怕。你有冇曾經發現自己睇緊一啲好糟糕嘅電視節目，但係又冇辦法熄咗佢？各種嘈雜嘅噪音，仲有槍炮嘅爆破聲，都令人心煩意亂。但係你就唔會起身熄咗個電視機。點解你要用呢啲嘅方式折磨自己呢？唔通你唔想閂返自己心裏面嗰隻窗？唔通你好驚獨處嘅時候可能面對嘅空虛、寂寞同埋孤獨？當我哋睇緊嗰啲粗劣嘅電視節目嘅時候，我哋就變成嗰個節目。我哋嘅感受同埋知覺造就咗我哋。如果我哋憤怒，我哋就係嗰股嘅怒氣。喺戀愛中，我哋就係愛。如果我哋望住一個充滿白雪嘅山頭，我哋就係嗰座山。我哋可以隨心所欲咁樣變成任何嘅事物。所以點解我哋要打開自己隻窗，去睇嗰啲以煽情嚟到賺取暴利嘅製作人所製造出嘅電視節目呢？當我哋睇呢啲節目嘅時候，緊張萬分，雙拳緊握，然後成個人都會疲憊不堪。係邊個去俾呢啲嘅節目去拍攝嘅呢？而且仲要俾細細個嘅小朋友睇？唔係其他人，係我哋。我哋冇嚴格要求，太過輕易就將喺熒光幕上面嘅內容照單全收。我哋太寂寞、太懶惰，亦都太無聊，以致無法開創自己嘅生活。我哋開咗個電視機，俾嗰啲節目不斷咁樣喺度播放，允許其他人去引導我哋、塑造我哋，並且毀滅我哋。而呢種方式喪失自我，就係將自己嘅命運交到嗰啲行為不負責任嘅人嘅手上。我哋必須清清楚楚知道邊啲嘅節目危害我哋嘅神經系統、心智、心靈，而邊啲嘅節目係對我哋有益。當然，我講嘅唔只係電視，我哋周遭嘅一切有幾多誘惑係現代人或者係我哋自己所設下嘅呢？只係喺一日裏面，我哋有幾多次因為呢啲嘅誘惑而迷失？我哋必須小心翼翼咁樣去保護自己嘅命運同埋平靜。我唔係建議大家要閂晒所有嘅窗門，因為我哋所謂嘅外在世界有好多奇蹟，我哋可以打開自己嘅窗門，向住呢啲嘅奇蹟，清清楚楚咁樣去欣賞其中任何一件嘅奇蹟。咁樣，即使坐喺奔流不斷嘅清溪旁，或者傾聽美妙嘅音樂，或者睇一場感人嘅電影，我哋就唔會完全迷失於當中。
我哋可以繼續覺察自己同埋自己嘅呼吸，因為有覺知嘅太陽從我哋嘅內在散發光芒，我哋就可以避開大部分嘅險境。小溪會變得更清澈，音樂會變得更悅耳，而製作人嘅心靈深處會完全顯現。作為禪修嘅初學者，我哋可能想離開城市，去到鄉郊地方，以便關閉嗰啲擾亂心靈嘅窗。喺鄉郊，我哋可以同寧靜嘅森林合而為一，重新發現自我，恢復自我，不受外在嘅世界嘅困擾。清新沉靜嘅林間可以幫助我哋保持覺知，而當我哋嘅覺知穩固啦，可以持續唔退失嘅時候，或者我哋就會想返返去城市，內心亦都會比較平靜。但係有啲時候，我哋實在冇辦法去離開城市，就喺繁忙嘅生活之中，我哋必須要找到清新平靜嘅要素，等我哋能夠恢復健康。可能我哋就會想見下我哋嘅好朋友，或者去公園散散步，享受樹林同埋清涼嘅微風。無論喺城市、鄉間或者係荒野之中，我哋都需要謹慎咁樣去選擇環境，時時刻刻增長自己嘅覺知力，藉此俾自己繼續生存嘅力量同埋希望。